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范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你今日有请到来宾，係對我哋客家語言同客家文化各有研究嘅吳宗凱先生。而唔單止會講16種嘅腔調，同時呢度愛研究我哋客家語言同客家文化，因為去到世界上幾多地方，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來自我哋嘅國立師範大學，我哋嘅文學院客家文化研究所吳宗凱教授來嚟享受。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吳宗凱，來自台北市。今日我發現我哋教書兩嚟欣賞，因為其實我對教書其實幾有印象啦，因為有一班我哋咧6對300嘅時間，有一班睇女僕嘅我哋做一啲現場嘅算是論文發表，幾班有同步口譯，我都對我負責我哋咧老師嘅口譯嘅部分，我都發現那個哇，嘅語言咧嘅研究嘅部分真是冇簡單。可是我想問一下講，當初先生我開始對客家嘅語言嘅研究也係一啲開始咯，係樣個開始嘅咯。最早就因為阿公啦嚇，因為阿公講話有個清重嘅個客家腔調啦嚇，啊像一般法語講我們、你們、他們，佢就講我們、你們、他們啦，佢就按呢講法。按呢就發現奇怪，做乜我同學嚇有到來到藝術卡了嚇，有到清堂嘅設計講法嚇，有到都完全堂唔識。後來長大啦，因為嗰陣時經驗時代冇特別講一個係客話嚇。後來到大學時代嚇參加台客家生長地講原來一種話係客話，嗰全台灣有很多地方係講一種話嘅人嚇，就到大學長有讀到很多各地來嚇，因為台係全台灣各地來嘅學生嘅嚇，長地講有美濃嘅同事嘅嚇，各地嘅人講法冇同樣嘅。但是嗰時間其實算是家人係咧，係其實算是我哋咧客話嘅，算是一個復興嘅一個時間嘛。但是嗰時嘅先生喺個社團地位嗰種嘅客，嗰時嘅做起嘅客算是客話嘅社團地位，其實多少帶有一種運通嘅一種性質喺嘅嘛嗬。嗰時嘅先生喺個社團地位係專門算是研究語言嘛，還是講其實嗰時話有一些運通嘅一個通俗嘅地位咯。係啊。像我係天意界嚇，就客家社開創嘅天意界，天意界係吳金軒佢掉啦嚇，佢嗰陣時就講嚇，我哋愛做，因為我哋係嚇，因為我哋係一個身份嗰時候就愛做，嗰陣時就讀到美濃反水庫啦嚇，大概係大3嘅時間嚇，就大家人就來到美濃聽書啦嚇，有北部來講就關係就反對嘅嗰度戶啦嚇，就講義府橋廠嘅嘅開發嚇，要上來北部客種要參加一種有關環保嚇，就客家種環境被破壞嘅種運動啦嚇，嗰時候唔單止係研究語言咩有運動嘅性質。其實我講有啲人講，佢種研究一啲講唔係講幾多年認識嘅一種學識嘅東西，其實係算是一個數目嘅事情。但係乜樣嘅一種研究，俾先生一直都更加問題，按努力嘅研究咯。主要係每個人嚇有自家嘅癖啦嚇，就我是幾好嗰種輕小說、輕特殊嘅東西啦嚇，從細就頭擺。冇經營資料法嘅時節就有太本嘅天花譜嘅嚇黃色嘅，我都經變乜嘅相似個特殊，乜嘅個小數就去家做統計，就寫人嘅時節就按嚟做。就台灣來講就好多人嗰度講客話嗰時，入到客家一個兩個以後呢，就爭啲講西安腔嘅按度台灣腔要按上嚇。嗰時候大學時代就差唔多就研究西安腔、海陸腔嚇，到碩士班又開始當去園林去學嘅台灣腔嚇，就按呢影響就行到特殊嘅小數嘅嚇，一直到近嚇去南洋，咩專門去調查各種特殊嘅客家腔調。其實係嗰種伊做台灣嘅話，其實可能當天人都唔認識這個係台灣腔，冇你講根本唔理這個係行業，佢其實係唔應用去潛，唔這個可以接觸嘅。係啊，我嗰陣時
因为迄到嗰片吼完全无认识嘅人吼，挨住去插播点，插播点都人来往往，有人有嘅人客来喺讲学来，睇有到都讲合法，喺假使喺讲合法，挨住听见学哈，就无限嘅佢讲无两句就离开睇喺有限嘅都同佢讲加多一下哈，就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渐渐的去累积，后来变成讲，调工用咩情感通，就讲哦，那辈人我来学艺人嘅法，故所就得闲的时间啦，哈，就无人客嘅时间，就一记教艺人，就对插播点开始。可是等于如讲，其实真是系一步一步，咱去接触到。唔像我去学习嘅，譬如讲周文强嘛，吼，无你讲其他嘅嗰種嗰少年講嘅啲法，因為其實我哋一般嚟講，我講到因為講啊，台灣嚟講都死喺太平洋嘛，解啲南西人嘛，吼。但是談講其實台灣唔單止係六種強調，係咪？係啊，為其他呢度強調啊。像以嘅北部嚟講啊，有嘅院廳啦，武平啦，再來有嘅平和風順長樂再來就河坡大概算起來有超過16種左右。因為我哋常常會講，譬如我哋屏東嘛，我哋屏東是有啲太埔，嗰邊你講起嘅，所以我哋已經講起我哋鐵七隊啦，我哋河坡強，河坡下，喺內地全部台灣都使以前做起嘅嘛，但是我想每下講咗好多時人講嘅用天河坡，一定話有人嚟講下，講人多。太快就加速性嘅比如講遠聽嘅都專門係相符嘅人講嘅嗰所佢哋採聽人講一種法就喊符法相符嘅人講嘅法設計嘅加速地位啦至少差唔多30歲以上嘅係先到年。等於講也要花時可能睇路睇也加速地位，那有睇講嘅，但是真是睇對外流通網路算冇。但是因為像我哋南部來講嘅話，我哋高速嗰邊話有啲體力慣強，也算一種強調還是講嘛算是一種吸煙的變種，唔係很容易分類啦，係咪？就太體算吸煙太地位佢有青島法係同像台中同時太普強有條權接權嘅地方嗰所我看人嘅特色我認為佢哋係頭擺係有吸煙人咩有曾經啦曾經有講潮州太普牛平化嘅種行人都羅強下羅強下以後聽嘅變成更加一種態度觀一種法。嗰數等於你講，其實唔相嘅我哋更加要，因為態度慣強嘅話，等於講用我哋咧講行講法，而係要純嘅人，我不講，唔單止講算是加速地步嘅一種方式嘅，可是我哋覺得講，因為其實我哋常常會講，其實台灣嘅行業算是對中國來嘛，但是其實來到台灣以後。我有時就會看一下中國嘅幾道行業，譬如講嘅乜嘅幾種用我哋講短影音嘅，會遇到幾嗰度福建啊嗰邊嘅行業會做到我衝山講。我哋講到雖然講我哋常常會講我哋咧對嗰邊來，但是我哋來到台灣以後，我哋咧客家發展嘛一件冇共樣啊。嘛提供其實線上會去中國去做研究嘛，佢中國嗰邊咧客家嘅茶葉係比嘛差幾多？係啊。佢而咪喺等於你講從一啲山路一啲強調啊，還是講一啲山路連法路講唔同嘅咯。像而家每樣天氣係大面積嘅一致性啦，但係假使到福建嗰邊嘅客家話就有限啊，就講像講連上嗰邊就幾下10種就總頭之間就大概可以講1-2公里以外嘅總頭嘅話都唔得同嘅。都唔得同啊！唔得同，但係都講根本都唔係講像我哋，譬如講海陸同西安都研調改變嘛，我多少話談得出，嗰個根本談都談唔出咯。除非特別去學。係啊，1-2公里都有安尼差別，可是怎麼會有安尼一個演變咯？怎麼1-2公里都會發生講唔同嘅？主要係安尼，因為佢
东片上哈就挖好多种啊西片黑挖客家种按呢发记住变成浅层型啊一层一层的有的话是好多发比例个高，有的还个大按呢就个体会有所长。咁有嗰種，比如講同音異義嘅嗰種事情發生冇？係啊，就因為啊哈，就像連上地背啊哈，佢到嘅花哈有青島市就變成強型嘅，唔像人哋嘅西安強哈就米扎市哈就強型唔係冇啦，但係強型嘅比例個大啊佢到嘅強型嘅比例就個高哈就。比常講沙頭嘅沙哈，佢面變成爽啊，就啊變窩嘛哈，啊所有嘅啊都變成窩嘅音啊哈，按呢發就搓成講青島強音嘅詩啦。其實按你睇好落嚟講，其實我哋咧客家話唔單止講喺台灣啦，有一啲我哋咧講四海太平洋界啲南西人，其實喺台灣地方咪幾多嘅家族人類，嗱有講客話，有時下我喺台灣我哋咪嗰度嗰陣睇節目講。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來到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胡仲凱教授來到我現場，同我分享講，當初怎麼我開始研究我哋客家語言。我想問一下教授我，因為其實頭先已經講到，其實嗰啲多嘅睇算是田野調查地方嗰神奇嘅部分。咁其實講到四川嚇，我哋講其實唔係幾多人講，唔係幾多人提講四川有客語。咁其實人哋做調查時間有發生乜嘅神，你即係感覺到幾神奇嘅事情。嘅四川嘅部分啊，好像人哋平常台灣講黃漆嚇因為四川話哈本身佢哋嘅講法係講頭油婆啦嚇，就意思講話去做下去頭油嚇頭油婆結果採啲客人就兩種話結合起來嚇，佢哋就喊黃漆婆，就像佢哋嘅話就變成有合法並講法安尼落強下。咁一般嚟講話，四川即間嘅客人大部分分布喺哪咯？就成都一個地方嘅郊外所謂嘅東山，東山地區一塊係客人嚇，佢哋係有一個五鬼橋嚇，五鬼橋就係三四經由嘛嚇，就講到燕山有義房搞五字名氣用嚇，一個地方就五鬼就紀念佢搞五字咪嚇，五字流芳就五鬼，過五鬼橋以後嘅到山區去全部係客人嚇。我印象清楚，我對市中心坐巴士坐差唔多10公里嚇，就唔係安全。坐到變成就公車嘅大站嚇，出來以後就山區嚇，山區就有貓啊嚇，有絲蟲啊嘛嘅嚇，入到地背就講合法嚇，就去到嘅公車嘅大站以後就。地背啦哈，就很多龍潭，就像桃園嘅龍潭嘅名哈，龍潭市附近全部就講合法哈，市中心嗰邊都講官法。我去龍潭市以後就先去市場行去看，看到有一間係專門做嘅蚵婆嘅哈，因為我去嗰邊咩像亞下強用係寒田嘛哈，清寒衫褲帶得唔拉哈，因為台灣過去冇想到會按人，按呢話就請到佢專門做蚵婆哈，就嗰個其實自家有血壓嘅哈，就用嘅按摩自家食，請神奇啊，自家來做嘅。蚵婆就自家食自家做蚵用蚵婆啦，因為聽講青島那邊嚇快成咩人，係唔知哪乜嘅化學材料去食，但係唔係商人就肯定佢係用自家肉嘅鴨去做嘅嚇，像人事嘅方式去做，做嘅衫褲清保暖嚇，保暖嘅效果清好，嗰時候就我就同佢買嚇，同睇佢。買一兩哈冇按價做好哈，佢現場做聽嘅做嘅時間就同佢談了，
伊聽冇辦法離開嘛，哈，都聽嘅坐啊啲嘅挨就同佢談了，就講啊，要嘅用講，安尼去學佢條嘅法。但是因為我哋有時去到別的地方來講嘅話，但嘛唔可能去一個久啊，一張嘢、兩張嘢其實算是個久啊。可是唔係咪一個地方，我等於講我常常去，然後去做係算是完成這篇的一個研究咯。係啊。像我博士論文做有關客家話嘅車速嘛，哈為定一個主題我去嘅7個寒假暑假，哈，寒假暑假按呢1年去2擺嘅話，總共去嘅7擺，哈，按呢張可以掌握嘅車速人工嘅話，哈，嘅同見老人家可以談了，按呢個情況我張轉來台灣寫論文，嗰時候我博士用嘅5年嘅時間。等於你講，其實真的是欣賞，唔單止講對手術嘅出醫，冇你講手術嘅花式，真的是個有研究，同時嘛講，因為研究嘛，把一條嘅算是花式來講嘛，保留嘅幾多嘅算是文史嘅一個記錄。咁啊，提講其實你即個嘛有去過世界幾多其他地方係咪？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分享一下講去到其他那條地方去做過研究呢？我去過巴西嘅行業，哈，去過。夏威夷哈，還有去過 Mauritius 就非洲嘅海鮮嘅島啦，從毛里西斯係清神期就講記到嘅 mail 啦，哈 ，mail 底背佢會寫乜嘅聲明係用漢字寫，漢字底下就寫一排嘅用英文拼音嘅，但係嘅拼音嘅是要用客家這樣念的，哦。好，嗰時候其他人講我都發現到，哎，也係真係幾貼合啲嘅地方。但是問題係，一定細個去研究，好像同人講嘛，而係英文其實用人哋客話來編嘅嘛，嗬。可是一定係強調個字係。所以係因為啊，哈，嘅片沙是頭擺喺法國出名，後來英國同法國相持就係拿破崙時代嘛，哈，大敗拿破崙以後就北極崛起，哈。後來就變成英國嘅出名體哈，他喺菜天人係用法文用慣嘅哈，按呢個情況變成佢哋講客話嘅時節會落夾嘅從法文嘅詩一批啊。從頭到現在講到嗰度地方嘛，因為像我哋節目地方以前有訪問過巴西嘅嗬，其實我哋南部人嘛有去曬巴西嘅，但是佢哋譬如講個夏威夷嗰邊嘅行業喺那邊曬過嘢咯。所以係因為馬來西亞嘅片哈，就先嚟講太平天國啦哈，太平天國嗰陣時清朝叫金鳥啦哈，失敗以後，清多人走去南洋平南，去到南洋以後呢，就佢就談講，因為嗰陣時全部英國美國嘅殖民地係統嘅嘛哈，除開是夏威夷咩係英國人嘅，後來係賣俾美國哈，按呢發佢就提供有一個地方可以去發展哈，就對馬來西亞嘅沙巴有去到夏威夷嘅片。嗰時嘛算是四群人過去算是移民的啦，嗬，都等於講去尋一個新的一個生活的一個空間。因為講到算是嗰時嘅下南洋一件事情，其實佢當然係印尼啦，好像我哋節目地方嘛訪問到印尼嘅行業，那都是馬來西亞嘅部分。咁馬來西亞部分其實現上嗰邊有乜嘅一啲研究嘅發現可以同我哋大家人分享。馬來西亞主要係按呢嗬，佢哋嘅客家話嗰種流通性嗬，就比我知道比台灣個強一些啦嚇，我唔講，因為像台灣私人化講嘅人算多嘅，但係北部同南部係有漲到啦，明顯嘅有漲到。但係馬來西亞嘅情況太快就講費用化嚇，費用化去到那邊就可以同行一種合法嚇。當然有到一個加速設計有設計法，但係太面積嘅嚇就。太方便嘅就有費用化嘅流通，嗰所以有某種共同義啦嚇，像學農人喺台灣有一種共同義嘅種情形啊，一種情況就算台灣嘅合法化係唔前整合到按呢個程度啦嚇，各自有各自嘅強調。嗰時也算是一種因為教育嘅關係，嗰時用他跟你同用費用化，還是講係一種政治嘅一種結果咯。我知道係因為頭擺嚇，佢哋去壓嘅石礦嗰陣時嘅時節就
学人初开始集中提嘅霹雳族也父权，後來將賽道配喺地方去我是因為啦初開始提霹雳族嘅時節，大家無強為所來學人就基建形成某種共同嘅強調，還有其賽道，比如講馬來西亞北部啦、東海啦、南片等等，全部會對一個初開始對馬來西亞總部擴散出去嗰所嗰種方式就變成親類似。嗰時從費用吧，假如像現場即個幾時去做研究嘅時間，嘛喺伊啲直播點，還是講開始去做前大學，開始去做個層面嘅一啲研究嘅咯。初開始我係去嘅總頭很多新邦不來新邦不來嘅片就可以講係假因族，因為咩係事先研究以前要先探嘛就提供係。像藝人嘅私人假因族嘅人去到嘅片個攝種初開始咩唔啲要請萬人就嘅街頭就老就看到有專門賣客家麵店，就有按那個麵店就入去問麵店嘅嘅頭家娘就小姐講隔壁嘅雜貨店係老村莊新村莊就對佢熟悉嘅人開始就一撒牽一撒來接觸我嘅訪問就用一個方式開始。嗰時幾時間你即係開始做研究嘅時間，如果想到講，其實你就一定要去面對到無窮樣嘅人開始去推銷自家，同時去提供自家旅遊片嘅一個最重要嘅目的係乜嘅？係就從緬甸就。我就認識嘅人就長期身邊，因為我就以個緬甸變成我研究嘅基地佢講雜貨店嘅啦也係講有一家寫客家歌嘅啦係村莊乜嘅，就長期來緬甸我就長期身邊，安尼就見識，安尼就有機會可以談了。係講假使初開始你就入到人嘅屋企，記得咩會講上人嗰時候你要開放性嘅場合比如講廟行無像識嘅有嘅傳統啦，也係講有。唔係正式嘅傳統都有食點心嘅地方就開放性嘅場合俾人入來就談了嘅話，佢心情咧會個變個樣啦。我唔錯，因為像頭先我哋一開始有講到過，其實線上會講12種強調嘅客家啦咁唔知佢唔會點講？唔會搞錯嗎？唔會啊。係唔會搞錯？係啊。我覺得講每條線都行得清清楚楚嘅呢。係因為係無強時期學嘅因為我家下講1994年發表清華大學嘅客家論文到今就第31年啦我會按年比如講2012年係學謝文強有當時2012年係學古田化高陽化等等就有特定嘅時間集中去學某種強調，係會要學下一種就時間唔會重疊，按呢方我就等於講對七家嘅可以講攞進出嘅資料庫啦你再拿哪一隻部分拿出來用就盡量唔會被重疊。可是其實還是幾厲害嘅。可是談到一片，我發現到講，其實作為一個語言的研究，真係是無窮用，但是蠻無簡單。休息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所以是冇來做我哋高雄師範大學我哋客家文化研究所嘅吳宗凱教授來我現場，同我分享講以睇世界各地性研究我哋客家語言嘅一個部分。我想問一下嗬，因為其實我哋提供我哋客家語其實嘛對嗰度地方有嘛嗬，嗰度都有講到其實語言嘅差異性嘅部分，佢有共通性嘅部分冇？各地客語嘅共通性嘛我想係神聖空間嘅安排啦像阿公婆就變成一般來講唔會有神明擺強下係阿公婆就寫詩咩就寫
阿公话嘅名啦哈，啊一种排位嘅形态哈，啊做嘅带下些亮神哈，亮片有东堆哈，出去那边话就有嘅天公嘅香草哈，火房后背就有神上哈，像家下有讲四川嘛哈，我去四川咩安尼哈，就记得有客家嘅飞官哈。飛官我都淡去屋嘅後背去看，結果也係安尼哈，就佢還有下絲哈，金木水火土佢還吃下出來啦，像一種生存空間安排哈，我認為係各體行業共同性挺強嘅所在。對入邊咧，一啲觀察，你睇下可以去想我講，也俾一啲空間，係咪一啲行業嘅一啲生活空間？咁其實回到入邊嘅話，我哋其實會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告訴對於我哋咧客家語言無論講到次方言一部分咧，會重視啦嚇。那想問一下，一部分嘅復興其實也要重點點嚟咯。我想哈，2005年哈，聯合國嘅教科文組織啦哈，佢就提出哈，就因為哈文化多樣性啦哈，尤其係各地嘅次文化哈。就開始相對主流文化來講，佢因為要強調哈，最近2十年哈，唔看聯合國指定嘅世界項嘅文化資產哈，頭擺就指定乜嘅呢哈，比如講羅馬帝國嘅中心，故所一大堆羅馬嘅東西哈，冇像東方來講就北京紫禁城哈，一種係屬於頭擺嘅中央政府有關嘅遺產哈，但最近佢下10年哈，佢就開始從事哈，比如講意大利大廈哈，頭擺有威尼斯共和國啊等等哈，就頭擺細嘅國家哈，佢自家傳統嘅文化哈，東方咩安尼哈，佢開始指定越南貴族嘅土師傅哈，佢哋嘅頭擺採鐵頭人嘅出產哈，安尼話就變成從事地方嘅傳統哈，像安尼合法按到。強調其實就係一種次方言哈，採鐵無共樣嘅客家帶下嘅次文化。可是從一個次文化保留來講嘅話，因為從總統來講，因為其實我哋早期嘛係安尼嘛，我哋可能最後用一啲他跟你們講嘅話，好，我哋都會阿其他種嘅方言。可是問題保留嘅次文化，亦可以保留嘛？喏，因為哈各地哈有各種強調哈，雖然講。法師哈就用詞啊冇共樣，但係一種用詞冇共樣可以反映哈清多東西啦哈，就像家下講有皇察哈，但係相對來講有另外地方，比如講河坡啦，海陸強記到係講奇察哈，一就講共樣嘅東西哈，但可能強調夾嘅色神啦哈，假使色神就係皇察哈。假使講佢係像副起用嘅哈，會嚼啊，會用哈，嗰種動作性嘅東西，也就變成奇產哈。鳳順就夾巴提河坡同埋因東岸，嗰所鳳順話係講黃奇產啊，就變成三隻字嘅哈。像嗰種各地哈，嗰種清幽嘅變化，假使全部可以保留嘅話，就有辦法提供客家話係用嘅演變。安尼他可能都提過按人落去，安尼一啲福建來講嘅話，其實係重要先天啦。但是對一般人來講嘅話，譬如講我哋來講，我哋按樣嘅去保留一條，譬如講我哋按樣嘅去參加安尼福建，望到講其實也係算是一啲學術的之間嘅一個問題。研究係一方面啦，但係一般我相信哈，面對社會大眾嗰種推廣哈。我哋可以攀清多有關嘅法通哈，比如講2月份哈河坡人屏東啦哈，屏東河坡人就可以攀自家嘅廟會哈祭典，像一種各地哈有特色嘅哈，有反映佢哋自家次方言嘅各種特殊客家腔調嘅地方哈，先本老輩人去認識一個所在哈，了解講一個地方講嘅話是唔相同，安尼。聽嘅事都太社會大眾可以接受哈，有一種腔調嘅存在。其實講到一片我哋常常會講，其實我哋一幾年
我哋咧黑 VP 開始咧推廣啊，等咧算是黑 VP 頒布咧嘅行儀師嘛，但是入邊行儀師其實入邊用詞嘅部分其實多多少少他個人還是會有一啲唔同嘅意見啦，後尾有也記得同我哋觀眾朋友同我哋講一下講，當初入邊做乜會行儀師嘛？你講行儀以前是都係有師無師，然後而家行儀師亦都係讓我去拓出來。我想看文獻來講，最早應當係1699年就清朝差唔多雍正時期就嘅靈寶書一個紀年佢係福建武平嗰邊咧，佢開始用客家話寫嘅過年過節嘅種民俗就寫清朝嘅詩，詩幾個地位就開始用嘅青島嘅。客家詩我相信一個係300年前就開始有一個傳統一種民間嘅詩嘅唔係正統認可嘅詩就含拍水詩啦就意思講唔係正宗嘅有含水嘅詩啦但係一種傳統一直流傳下來像我哋之前係忙有下 VP 嘅時間就比如講fel聽唔係嘅我哋一般就寫一隻口做一隻詩啦但係一種詩就係民間社會用嘅俗詩都係下 VP 叫做請嘅專家就看到頭擺有嘅文獻就講唔忘猜忌啦就一個認同意思個合個正確就請一條所謂個正確嘅詩有文獻嘅證據嘅詩入來變成下 VP 後來推廣嘅詩。但是有啲一直會有啲問題嚟講，以前我哋有時間我哋同時嘅時間時常如果講，亦像有啲入聲字你講比如講，如果講你一邊有客語好容易嘛，你都用唔能客話用好多把一套，佢等於如果講，係咪講我哋以前？你講，譬如講同時來講嘅話，如可以用客話來念，咁嗰條詩唔係都可以用做行儀詩嚇。係相當嘅部分就有古典嘅詩詞地位嘅證據可以用啦比如講嘅蘇東坡佢寫嘅詩，因為佢有相當嘅時間佢奈位都變到奈位去明白咗。佢許多講詩清唱嘅時間就係啦客家地區嗰所夾嘅詩詞地位就有寫豪情義武強義改多見我哋看講詩嘅行人講嘅雜咧像我哋台灣行人講雜咧，佢就含義改義改一個詞，我看蘇東坡嘅詞地位都已經用到一個用詞。嗰時等於如果以前還是有大部分的音是可以用客語發音，都可以用客語來加詞來用，但是有啲事情係可能係有一啲音，但是冇雅詞。嗰時等於如果我哋客家語比如用，如開始嚟簽一條詩去來變成更加俾我哋推行嘅一種算是係客語版本嘅文詩。嗰時其實真係一件我哋客家語一直睇啲嘅推行啲我哋客語嘅拼音。點解我哋行業嘅用詞嘅推廣嘅部分，但是我想問一下因為其實我像我哋講漢語來講嘅話，係冇英，像我哋常常我講英國，算是外國嘅語言裏邊有陰性陽性嘛，咁我哋行語有冇？像我哋嘅長條形嘅動物來記厲害像我哋有狗馬沙就係陰性嘅三角胎都中性冇特別性別嗰種標記睇下人講沙果就唔係沙妹沙果就有陽性如果看單槍長條形動物就可能有嘅陰性、陽性、中性都有可能嗰所以我看冇咩規則佢係照一種語言嘅管理去念嘅佢並冇一定嘅規則，就講一定係用嘅形狀就一定係用嘅應用性。嗰種冇一定嘅規則嗰度講嗰貶義嘅都用麻，比如講後麻，或者嗰種嘢個後果，你差唔多要買個後麻。
好，如果其實我經常我感覺到，也係咪對用女性的貶義？你講啊，那個飯堂哦，你用馬吼，然後用那個後堂那些用果呢吼，哦，原來伊這個可能冇乜個規則性，但是廣東話的行業伊啲推廣來講嘛，因為其實我哋從頭我講，像時常我去我冇見我地方嘅時候，我去看，比如講我哋雜貨店啦、無論麵店啊，然後去引生意。佢像有時候，譬如講以前留下來唔單止書來講啦，吧吼，書嘛係一種。其實，像我有啲朋友從頭會看墓碑啦。伊講還是講，你是明白看墓碑是看出某個一個名堂咯。請問一下，經常會看墓碑？係啊，像我係有去參加嚇嘅亞洲太平洋就亞太地區嘅專門討論風水嚇蒙地嘅嗰種國際研討會嚇，已經第6屆嚇。我就會去參加去了解講國際方嚇樣嘅做我哋亞洲人嘅風水技術樣嘅研究嚇，各位咩同技術嘅專家向下去看嚇台灣嘅萬奈各地嘅嗰種風水啦嚇。風水有的係個簡單嘅嚇，就卡嘅兩隻字聽，但有的會寫清詳細嚇。一種詳細嘅種風水就我哋清重視嚇，就專門去看一個事啦嚇。嘛嘅年代嚇，乃未來嚇用嘅前世個嘅現款係用嘅現款嚇，全部係有意義嘅。觀眾朋友，看下今日節目，大家有冇感覺到佢今日真係上嘅一課學習到幾多？今日我感謝我哋教授嚟到現場分享安精彩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觀眾朋友收看。歡迎大家有興趣嘅話來讀嘅高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休息一下喎，都聽下啲先生來同我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